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2，箴言10章8節到9節安尼講：心內聰明，會聽受命令，嘴講戇話，一定失敗。行路正直，腳步就安穩；行為無正，到尾會露馅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聽從命令，行佇正路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活命的泉源，你是真理的路，你是苦難中的盼望，你是患難中的幫站，主啊，你是阮所倚靠的，離開你，阮就無法度做啥物，因為生命在佇你，盼望在佇你，喜樂甲平安，攏是你所賞賜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一切。主啊，求你賜阮智慧的心，明白你真理的奧妙，也求你互阮知影，遵趁你的教示來行。阮的心內若聰明，就會聽受命令。阮的嘴若講戇話，就一定會失敗。主啊，阮要行佇正直，腳步就安穩，因為行為無正，到尾就露馅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